我用星星畫出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讓我真實地見到你。在我的歌聲裡，我用音符讚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揚的。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認識主耶穌。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穌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會伴我同行。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。我知道認識主耶穌係最美嘅祝福。聽日好開心有鄭海傑宣教師喺我哋當中分享，佢分享嘅題目係是福是禍。希望我哋都能夠喺上帝嘅裏邊聽到乜嘢係最美嘅祝福。我今日嘅分享到呢一度。